佢也頭先講嘅部分吼，咁麻煩老艾考聽一下啦。好啊，我也片看一下哦。大部分冇乜嘅大問題啦。好，跟我出轉公司過後，留下資料整理好，這樣傳本。好，很仔細，很仔細。好。錯，佢上班同女朋友啊，去往去客家莊，了到兩班。哎呦，我就排死講嘅啦。唔過真件冬天呢？有咩啊呢？唔係有買個當好看嘅帆布皮包嘅，我送門佢係。係啊，其實當中醫冇唔錯啦。唔過味道我攞佢丟咗一堆，故所係咪買個帆布皮包嘅來用啦？其實冇乜歡喜嘅。所以講啊，我嘅男美人用乜嘅帆布皮包嘅喏？帆布皮包嘅當好看啊！喺我上班，老人去往去買嘅嘛？錯啊，最記咋？其實我知道吼，中意買嘅東西。老細嚟細妹冇乜嘅長茶，就係講咩？就係當好水風勢嘅東西哦。每次都唔講嘅冇唔錯啦。係哦，細嚟中醫法咩乜懂奇怪嘅事情啊？係啊，其實咯，連咩懂妖勁啊？迄個做得南山賣撲出嘅阿婆啊，看到我爸頂嘅帆布皮包誒，超緊張，本期知道有啲尷尬。叫用個啥？係哦，嘅老人家很多係對佢樣誒，當嘢夾夾離開啊，捱出哦。帶幾隻綠茶錯啊！是好食嘅東西，真嘅會本人行家歡喜呢。冇唔錯，我出係用上嘅啊。綠茶店都有同道嘅點心，本件莫去想買撲出嘅阿婆，安樣哦，記住唔係個發現呢。真嘅咯。跟住有買乜嘅電路，係你講看到乜嘅神奇嘅東西冇？有，我都有看到客家扮演嘅表演。客家扮演冇？睇呢個動腦嘢咯。係啊，嗰還有同住去食一間嘅牛肉店啦。店都本嘅結帳當好食，後來就去附近嘅雜貨店買幾個呢啦。唔係當好煮食咩？係啊，來我當然當哪本啊？按字寫。跟住約那樣事啊？約禮拜日早晨啲升級亭嗰邊好冇？好，嘅晚上打電話問。好。升級亭。哇！大家會知道冇啊？原來談戀愛咪有當多嘅煩惱呢。但本來老多談戀愛嘅回憶都係當好嘅呢。唔過啊，阿明嘅女朋友佢知道冇歡喜嘅原因，真嘅當生氣呢。竟然因為魯迅嘅阿婆笑眯眯嘅對到記得，就知道冇歡喜了。真嘅唔知大家用白形象嘅哈。接下來看一下家下短劇地圖，由哪度嘅詞彙，還有記憶，做得來學習了。